花式艺农为着要让囡仔会当认捌到家乡土地艺术，台南市美术馆甲上新的扩增实景 AI 技术，结合着大众科学，推出妖果小学堂的展览。小朋友通对着妖怪，哪算哪学美术修复的技术。 水果阿嬷带头带古水的妖怪宝贝出现伫台南市美术馆全新的妖果小学堂美术修复体验展，要有囡仔甲妖怪做一耍 AR 游戏，体验美术作品严格佮复杂的修理过程。用 AR 介入科技，介入修复，让大家发现技术的创意的地方。 认真操作这个 AI 机器，妖怪会判陪囡仔做伙过关斩将。 一伙人过关的气势，拢袂输少年人。OK， 成功了。多方产业跨界合作，结合艺术甲科技，主要是要让囡仔伫学习的过程更加趣味。我们未来能够跟所有的这些人物妖果，可以一起互动。 让我们的生活充满了创意、想象力。这摆 AR 体验展会展到明年1月份，大人囡仔不同做伙到台南，进入妖怪世界，体验美术作品修理的过程。